为响应家扶中心助学希望工程，议长郭信良表示，这届发放慰问金主要转做家扶中心的助学用途，帮助困境的学童会用继续升学，并且借由教育来脱离贫困。因为家扶中心这几十年来，他对这个民间的弱势团体还有儿童的照顾呢是有公信力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议会呢决定呢，在各呢一个地区西南西北各捐赠呢慰问36000块的奖金给社会大众能够抛砖引玉。希望在这次的过年呢，疫情的关系能够如果没有出游，可以用一些爱心的活动，将一些零用金、将一些压岁钱来投入呢帮助家扶中心这个行列。观众仪式由议长郭信良主持，议会还有议员林养仪、蔡玉辉、洪玉峰、王家珍加罗坤福等议员。观众仪式分别由北台南家扶中心的主任庄淑慧加南台湾家扶中心的主任李宝良代表接受。真的就特别感谢社会大众。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在议长的带领之下那我们所有的议员能够一起来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啦那家扶其实帮助弱势的孩子，尤其是在升学的这个区块。很多的家庭他付不出水费，让孩子能够去安心向水那所以我想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这就可以看得到孩子一代一代，然后一棒一棒持续的这样被陪伴着、认养着他长大了、自立了，而且就会回来比如说有的到医院的服务处去，或者各行各业，我积累一片小小的天地。我想说那样的就是我们我们在场大家所给我们南台南家扶中心跟北台南家扶中心家扶这样最大的一个支持。除了观众助学金，另外议会佮将这届灯会活动播放出来的毛彩品，包括大型的绒毛玩具、55寸的电视、脚踏车等，全部捐予家扶中心。议长同时还佮领用2位的自强儿童，每位每个月赞助5000块，帮助弱势学童会用继续来升学。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